咁至於公民黨兩位立法會議員都喺區選落敗，議席總數亦都減少。黨魁梁家傑指係因為建制派動員能力強。多謝。公民黨嘅陳淑莊喺山頂選區，比自由黨嘅陳浩濂少咗近一半票，連任失敗。空降沙田第一城嘅湯家驊同樣慘敗，票數只係對手嘅一半。上屆首次進軍區選就贏到8席嘅公民黨，之後陸續有區議員入黨，到今次選舉之前，議席增加到12個。但今次選舉點完票，總得票比上屆少3000張，議席就剩返7席。公民黨連副主席黎廣德都輸埋，而喺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協助東涌居民朱婆婆嘅公民黨執委黃學明，亦再次敗選黃大仙。黨魁梁家傑冇回應係咪承認失敗，強調會繼續捍衛法治精神，又指建制派動員能力強。北京透過中聯辦啦，開動喺香港嘅選舉機器，佢嘅組織票可以話係要幾多有幾多，有陣時好驚奇，都唔知啲票邊度嚟。你話北京有設計，即係預測嗰個選舉嘅能力咧，即係其實冇啲實質嘅證據。你邊間報館嘅？香港商報。我諗你得到嘅消息可能清楚過我，我都想知道你問題嘅答案啊！但係咧，從客觀嚟講咧，你睇到嗰啲票喺一日嘅日程之中嘅調配咧，你其實係知道咧嗰種駕馭能力之強嘅。佢希望民主派共同檢討形勢。我覺得痛定思痛嘅唔單止淨係公民黨，民主派咧今次都應該痛定思痛，為尤其是明年嘅立法會選舉嘅部署咧，係坐落嚟傾下。佢又話，公民黨再次參選嘅比例偏低，係因為區議會而家嘅模式難以吸引專業人士。要留住一個正在當擲嘅大律師，或者一個工程師，要佢每天用10個小時喺區裏邊做咧。如果你越嚟越係蛇齋餅粽嘅，咁你揾個年輕嘅專業人士落去，我都覺得説唔過去。佢話公民黨會強化地區工作。無線電視記者何文文報道。